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傾一件發生喺朝鮮嘅重大軍事事故。呢個國家爭3期以嚟神秘而封閉，新聞好難從正常渠道傳播出嚟，外界大多靠衛星圖像、外媒推測，甚至朝中社寥寥數語拼湊出事件全貌。而呢一次朝鮮崔賢浩盾艦嘅翻覆事故，卻罕見到引發咗全球媒體嘅廣泛關注。事情要從2025年5月21日講起。就喺朝鮮東北部嘅青金造船廠碼頭，人聲鼎沸，鑼鼓喧天。金正恩親自出席，因為呢一日係朝鮮最新建造嘅一艘盾艦崔賢浩嘅下水儀式。咁咩係盾艦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具備現代海軍核心戰鬥力嘅高技術艦艇。佢採用類似美國宙斯盾嘅作戰系統，以導彈而非艦炮為核心武器平台，實現超視距打擊能力。喺全球範圍裏邊，能夠自主建造盾艦嘅國家唔超過10個。而過去幾十年，朝鮮嘅海軍戰力可以話係小米加步槍級別，頂多搞魚雷艇、快艇，最大不過1500噸級別嘅小驅逐艦。而呢一次，佢哋一口氣建造咗一艘5000噸級嘅導彈盾艦，仲公開命名為崔賢浩。呢個係朝鮮軍事工業嘅一次巨大躍進，亦都係金正恩政權一次重要政治秀。但係就喺呢場表演嘅最高潮，悲劇發生咗啦。根據衛星圖像顯示，崔賢浩喺下水嘅時候採取咗側滑式下水方式，呢種方式喺大型艦艇中極為少見，相比於船塢式或尾滑式側滑更容易出現事故。而崔賢浩喺滑入海面嘅時候，尾部已經落水，但係船頭呢卻卡咗喺滑道上邊，形成嚴重嘅結構不均。緊接住喺扭曲嘅應力作用下，整艘軍艦突然翻覆，一半進水，一半仲卡喺岸上。呢個就係世界罕見嘅大型盾艦下水翻船事故。而當時金正恩就喺現場，原本係嚟俾呢艘船剪彩嘅，冇諗到變成咗現場觀翻船。有分析話，金正恩當場暴怒，命令10日之內修復呢艘軍艦，要喺6月朝鮮中央委員會全會上交差。但呢個目標可以話係幾乎唔可能完成嘅任務。首先，崔賢浩下水即翻，意味住艦體已經受到嚴重結構損傷。唔單止係進水咁簡單，現代盾艦最寶貴嘅地方在於雷達、雙控陣系統、導彈垂發系統等高精尖設備。一旦泡水，維修成本極高，甚至可能直接報廢。而朝鮮根本冇大型海上打撈系統，仲得借助俄羅斯設備嚟拖載扶正。10日修復一艘可能嚴重受損嘅盾艦，全世界冇邊個國家能夠做到。參考資料顯示，挪威曾經有一艘盾艦喺海中翻覆，雖然成功打撈，但評估維修費用高達14億美元，相當於再造2艘新艦。最終該艦被直接報廢處理。而朝鮮有冇呢個經濟實力去再建呢？好難講啦。事故之後，朝鮮罕見咁通過官方電視台發佈新聞承認事故發生，仲引用金正恩嘅講話，稱呢個係非科學主義同經驗主義嘅錯誤。但問題係，朝鮮邊嚟嘅經驗主義？呢一座青金造船廠從來冇做過咁大嘅船，連1500噸級嘅艦艇都係南浦造船廠嘅產品。可以話呢本來就係一個零經驗起步嘅高難度項目。於是朝鮮開始捉人，據消息話已有至少4人被捕，包括青金造船廠嘅總工程師、行政副廠長、車間主任，仲有軍需工業部嘅副部長，亦都被帶走調查。唔單止係咁，船長亦被傳喚，傳言佢名叫洪吉浩，恐怕亦都難以善終。喺朝鮮，工程失敗唔單止意味住問責，有可能會直接影響生命安全啊！所謂犬缺、炮缺喺呢個政權中並非笑談。問題嚟啦，朝鮮點解要拼死都要建盾艦？原因話佢有3。第一，呢個係一次政權穩固嘅象徵工程，金正恩親自督戰，從設計、建造到下水，一路親臨，背後仲有接班人女兒金主愛嘅陪同亮相，象徵意義遠大於軍事意義。第二，呢個係一次對外嘅戰略震懾，朝鮮一直試圖突破國際嘅封鎖，展示自身工業與國防能力。盾艦成為向美國、韓國、日本發出嘅信號，
我亦都能打超視距戰爭。第三，呢個係一場內部軍工系統嘅大考。朝鮮早喺2023年就開始秘密建造2艘盾艦，分布喺南浦與青金造船廠。呢次事故唔單止可能拖垮青金團隊，亦會影響整個軍需工業系統嘅評價與生死存亡。最後，我哋要話啦，今次崔賢浩翻覆事件其實已經遠超一齊普通嘅下水事故，佢反映出嘅係一個封閉國家喺權力展示同技術瓶頸之間嘅拉扯。呢艘艦能否收復？金正恩係咪會繼續推行盾艦計劃？朝鮮軍方係咪會重組責任鏈條？呢啲問題未來都值得我哋持續關注。